与发展党副主席胡图鲁姆西回答一个人关于东突厥斯坦的提问时表示，对土耳其来说，东突厥斯坦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他说，尤其是近年来，我们为了土中关系的发展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同时，为了改善生活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同胞的地位，几乎所有的谈判中，我们都谈论这个话题。土耳其正在努力使这个问题处于非常微妙的平衡状态。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限制旅游自由，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中国已有1746万人次因失信被限制购买机票。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受到普遍关注，被认为是压制意义。确保中国共产党绝对统治地位的方式，近年来中国打击失信人员的力度越来越大。截至2018年底，中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限制购买飞机票1746万人次，限制购买高铁动车票547万人次。为东突厥斯坦发声，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迫害政策在法国巴黎举行的活动中受到谴责。与此同时，该补责的年轻商人组织了一些活动，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反人类行为。该活动介绍了东突厥斯坦的局势。法国黄背心示威者连续第16个周末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经济政策。在首都巴黎，黄背心示威者在午后开始聚集。示威者在警方的高度戒备下游行12公里。另外，在马赛、里昂、博尔多和里尔等城市也爆发黄背心抗议活动。位于法国和比利时边境的里尔市，黄背心成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呼吁比利时和欧盟公民来参加这个国际性游行。联合国敦促孟加拉国不要为难民关门。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表示，孟加拉国对罗兴亚难民给予的支持非常慷慨。在孟加拉国宣布不再接纳缅甸罗兴亚人之后，联合国周五强调，逃离冲突的难民应获得安全避难所。